大家好，我是梦欣老师。今日庆阳我来陪大家分享一只黑帕舞图。运动陪大家有好的身材，故所俺哋要来学一段舞图，陪大家好好来运动。今日课程呢，前面动作是脚庆阳往旁边打开，俺哋要转圈呢。唔过咧，俺哋脚要踏4摆，1、2、3、4。再一摆哦，看清楚来哦，脚往前，1、2、3、4，天天来做一只圈呢。往另一边上，往脚，1、2、3、4。再一摆哦，人家就要一片上的脚先来跳，1、2、3、4。往一片上，1、2、3、4，大家有好不嘛？接下来，人家就加上数，人家的数非常的简单，数往旁边，1、2、3、4，往一片上
3、4，数字要像小鸟一样往下夹。再一摆哦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，帮一片撒，1、2、3、4，非常好。接下来一只动作是大拇指比出来，然后就要指自己，1、2、3、4，非常好。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咯，1、2、3、4，再一摆哦，5、6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，接下来然后就要抖肩膀，5、6、7、8，再一摆，准备咯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然后就先来练习用的抖肩膀，准备哦，然后就先手叉腰，肩膀往前推，1，帮一片撒，2，再来3、4，从侧面看一下，1、2、3、4，然后就手叉腰的时候，肩膀比较不容易随便乱动，故手然后就可以先手叉腰来练习，压着抖肩膀，1、2、3、4，加快速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，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加上然后就前头的数，1、2、3、4，然后就抖肩膀的时候，脚要往前踏，5、6、7、8，再一摆，准备咯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然后就总共有4拍而抖肩膀。鼓手在4拍里面抖越多的肩膀，越好看。再一摆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还记得第一只动作吗？转圈呢，1、2、3、4，帮一片，5、6、7、8，指自己，1、2、3、4，抖肩膀，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然后就转圈的时候呢，速度会较急到的，鼓手然后就脚跟要提起来转，1、2、3、4，帮一片撒，1、2、3、4，再来一摆哦，加上数，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，指自己，3、2、3、4、4、2、3、4，非常好。今后一只动作是往一只圈呢，脚打开，5、6、7、8。再一遍哦，一只动作非常的简单。抖完肩膀之后，5、6、7、8，还有4拍，1、2、3、4。安尼大家有好位嘛？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哦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3、2、3、4、4、2、3、4，还有一只，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咯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。大家就做到动好哦，保持呼吸，然后就再来一摆，准备咯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。然后就要注意一只地方，
前后四步，3、2、3、4的时候，然后就有一系列往上跳，3、2、3、4，脚打开 ，OK， 再一摆哦，看清楚哦，从第一个动作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，非常好，加快速度咯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，非常好，再来一摆哦，同样按脚哦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-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-4，非常好。大家调整一下呼吸，然后就要接音乐来跳一摆，准备咯。准备，5、6，开始。整自己，肩膀。再一摆哦，准备，预备，5、6，开始。抖肩膀。非常好哦，再来一摆哦，我记得哦，转圈的要卡脚头的，准备开始，自己，非常好，再来一摆哦，5、6，开始，非常好，大家就做到当好。我注意一个地方是，人家就抖肩膀的时候，脚要踏稳来，才唔会跌倒。人家的脚唔是踏到一条线，稍微打开一点点。5、6、7、8，再一摆哦，看清楚哦。1、2、3、4，人家的脚稍微打开一点点。5、6、7、8，按呢，你在抖肩膀的时候，才唔会跌倒。再一摆哦，看清楚哦。1、2、3、4，脚稍微打开一点点。5、6、7、8，轻后一下动作，轻轻的往上跳。1、2、3、4，安尼大家有好位嘛？接下来，俺就继续来听听音乐来练习咯，准备咯。预备，5、6，开始。抖肩膀，跳起来，非常好，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咯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开始。非常好，调整呼吸，然后就再来一摆，准备咯。5、6，开始。非常好，大家要做到当好哦。今不日俺就先休息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梦欣老师。今不日我来大家我陪大家分享一个合拍舞蹈，俺就来复习从头到尾的动作。准备咯，大家还记得冇？脚打开，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、4，头抬起来，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。接下来俺就要摆 pose，5、2、3、4、6、2、3、4、7、2、3、4，8、2、3、4。老拳呢，1、2、3、4，脚挖拳，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还记得下一个动作吗？麻花往旁边，1、2、3、4，弹胸向前，5、6、7、8。本影片上，1、2、3、4，5、6、
7、8。共用是麻花，不过数目共用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转一只圈呢，4、2、3、4，不用前头，数不用前头，5、6、7、8。安尼大家有记得无？安尼就正复习摆哦，前面的动作，准备咯，5、6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5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6、2、3、4、5、6，麻花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接下来，俺就要进入主歌的部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手放脸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手往前指。3、2、3、4，肩膀。5、6、7、8，手抱胸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，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哦，5、6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右手吧，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接下来继续上一摆的动作，准备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抖肩膀，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，非常好，再来一摆哦，俺就要从主歌的部分开始，准备咯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5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6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7、2、3、4，非常好。接下来，俺就要从前面开始，准备哦，慢慢的来哦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2、3、4、3、2、3、4、4、2、3、4 ，pose， 5、2、3、4、6、2、3、4、7、2、3、4、8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，把拳呢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麻花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共用麻花，5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6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放脸颊，3、4，扭扭扭扭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慢片上，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非常好，俺就有一些在唱，不过俺就再练习一摆，准备咯，预备，开
开始，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，5、2、3、4，6、2、3、4，7、2、3、4，8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5、6、7，麻花，3、2、3、4，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，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，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非常好，大家來披着音樂來練習一擺哦，準備。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 ，pose， 轉前的哦，拉前的，麻花，含胸，用黑麻花哦。准备，拖一摆，拉开。指前面。肩膀。非常好，再来一摆哦。准备咯，调整一下呼吸。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 ，pose， 可以偏上，跟偏上，转前呢。麻花咯，含胸，转前呢，手交叉。可以前，非常好，大家就做到动好哦。我記得咯，人家就在跳舞的時候保持呼吸。人家就合拍舞頭的課程就到鴉片，希望大家拜拜。